谢品玲继续特别来关心讲，市市长韩国瑜昨暗本来按算要住伫咧新住民的厝内过暝，结果身体强强讲无爽快，临时临夜取消这个行程。今日早起时，伊接受媒体访问，嘛讲到伊的行程确实是伤过济，咱来听伊拄则的讲法。谢谢哈。市长，我们讲一下身体状况，还有我看你眼睛红红的。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行程太多啊，每一天大概都7、8点跑到大概晚上9、10点。昨天跑得更晚，大概跑到晚上11点。不管是活动啊、讲习啊、开会啊，太密集了。这连续几天下来之后，来到了跟新住民座谈完毕之后，再到新住民的家里，他嫁来台湾20多年，再聊一聊小孩子的教育问题、经济问题、文化认同问题，还有他身份解决的问题。那大概谈到11点多，所有的意见基本上都交换完毕了。那就觉得有一点疲倦啊，大概连续跑了好多天，都是非常的密集。那昨天晚上就是跟新住民的朋友谢谢他们，那11点多大概离开家，大概睡了7个小时。今天早上我也感觉我像无敌铁金刚了，好吧？好。那郭台铭有可能宣布参选，你怎么看？谢谢大家，就这样。